係姐姐你好，好，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伊麗啊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28歲啊，你結咗婚㗎係咪啊？我結咗婚啊，咁你自己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有2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，佢哋幾多歲啊？ ，18歲同埋5歲，哦，好啊。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送水，上水喺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照顧4個人， 4個人係先生太太啊？先生太太同埋2個小朋友，小朋友幾多歲啊？一個5歲，一個一歲半，一個5歲，一個1歲半。係啊，咁再之前呢？之前喺邊度做啊？之前喺荃灣做，荃灣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照顧6個人， 6個人係係啊先生太太。先生太太同埋哥哥同埋哥哥個太太同埋2個小朋友。哦，兩個小朋友係幾多歲啊？一個13歲同埋2歲， 13歲同2歲。係啊，好啊。姐姐咁你識唔識煮飯啊？食你識煮咩餸㗎？蒸魚、蒸雞、蒸排骨、炒菜、炒飯同埋煲湯。哦，都好叻喎嚇。好啊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。